欢迎收看32岁跨境人的平凡日常。下雨了。你好，小芳。早上好。我要上班。遵命。已为您规划3个导航路线，您选择哪一个？第一个。你好，小芳。收到。打开网易云音乐。遵命。街邊焦急的我，餐廳憂鬱的你，隔片紗玻璃，兩眼帶些傷悲。交通燈邊的我，緊抱心愛的你，輕呼吸聲，確已急速到死。冷雨撲向我，點點紛飛，千斤高溫波濤由你湧起。個個說我太狂，笑我不羈，敢於交出真情，那算可鄙？狂抱擁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氣，不需街邊觀眾遠離，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，街裏路人走過，交通燈催促過。雙手臂箍緊身邊的你，透過濕碎衫貼向你的呼機，身邊多少指責都已一概不理，愛得真心我倆應該吻死。冷雨撲向我，你好，小芳。晚上好。回家。天高溫波濤由你湧起。已為您規劃3個導航路線，您選擇哪一個？第二個。敢於交出真情，那算可鄙？